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个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蕉。自细汉吼，我拢做新鲜，出世伫大家族的囡仔。过年时啊，厝里足闹热。阿公、阿嬷、阿伯、阿姆、阿姐、阿婶、阿姑、阿金，我伫遮啦。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亲情。亲情汉字写作亲情，罗马字写作此音亲，子牙情。亲第一条，情第五条。亲情这个词有两款意思，一款是亲戚、亲情朋友的亲情。另外一款讲亲情、做亲情，是咧讲提亲、讲婚事的意思。咱人拢有时大时细，时大就是辈分比咱较悬的，像爸母，也就是咱的时大人，阿公、阿嬷。阿祖有查某祖、查甫祖。再来小解一寡阿爸阿母因迄辈亲情。先讲阿爸这边，阿爸的兄哥叫做阿伯，阿伯的某叫做阿姆，阿伯的小弟叫做阿叔，阿叔的某叫做阿婶，阿爸的姊妹啊叫做阿哥，阿哥的翁婿叫做姑丈。阿母这边的较简单。阿母的兄弟叫做阿姑，阿姑的某叫做阿金，阿母的姊妹啊叫做阿姨，阿姨的翁婿叫做姨丈。甲亲情有关系的俗语真侪，人讲时大无好样，时细讨花香。意思是讲做时大的人若做无好，时细就会互因做歹，所以。咱做人时大的，爱注意家己的行为。人亲情，钱性命，是讲虽然人有亲情朋友真重要，不过嘛是要有金钱，才会当维持性命。六亲情，亲戚，讲亲情，是大人，是细。时大无好样，时细讨花香。人亲情，钱性命。阁有其他亲情复杂的称呼，有机会再阁甲大家小解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